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日是12月23，诗篇93篇一直安尼讲：上主最王掌权，伊用威严做衫穿。上主用威严做衫穿，用气力做大侠。伊建立世界，世界永远袂动摇。三甲来祈祷。最王掌权，互世界永远袂动摇的天父，阮感谢你，主啊！你是创造宇宙万物的生命主宰，主啊！愿得到帮赞，是我靠你至圣的尊名，因为你是创造天地的。主啊，你创造新天新地，前的事无搁纪念，也无搁对想。主啊，你未创造阮的大生，你就捌阮；阮未出母胎的大生，你就分别阮做圣。主啊，因为你是掌管一切的上帝，主啊，万物拢是对你来创造，竟若受创造的，无一项毋是对你来创造。主啊，因为你最王掌权，你用威严做衫穿，用气力做大侠。你建立世界，世界永远袂动摇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阿们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